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各位敬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13章15到31节。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与你相遇，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耳朵和心灵，一同来攻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说的、听的都能得到造就与祝福。读经以前的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尼希米记第13章15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榨葡萄汁，又有人把五谷、酒、葡萄、无花果和其他物品驮在驴背上，运到耶路撒冷去。我警告他们，不可在安息日做买卖。有些泰尔城来的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种货物带进城里，在安息日卖给我们的人民。我责备犹太人的领袖说，你们怎么敢做这恶事，干犯安息日呢？这不正是上帝惩罚你们祖先，毁灭这城的原因吗？你们现在干犯安息日，使上帝的愤怒更多地临到以色列了。于是我下令，每逢安息日的开始，就是当黄昏一到，城门要关起来，直到安息日过了才能打开。我派了几个仆人守在城门口，不准人在安息日带货物进来。有一两次，那些贩卖货物的商人在礼拜五晚上留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警告他们，你们为什么留在外面等着天亮呢？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要对付你们了。从那时候，他们不再在安息日到城里来了。我吩咐利未人要洁净自己，然后去看守城门，使人民确实守安息日为圣日。我的上帝啊，求你为这件事纪念我，并且因你的大慈爱怜悯我。在那些日子，我也发现许多犹太人娶了雅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他们的子女中有一半是说雅实图话或别种语言，不会讲我们自己的话。我就责备他们，诅咒他们，
打他们，拔他们的头发。我叫他们奉上帝的名发誓，不再容许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儿女跟外族人通婚。我对他们说，就是外族女人使所罗门王犯罪的。虽然所罗门王比其他国家的君王伟大，上帝爱他，使他统治全以色列，他还是犯了这种罪。难道我们要学你们的坏榜样，跟外族女子通婚而违背上帝吗？耶和耶大是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儿子，可是他有一个儿子娶了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因此我叫耶和耶大离开耶路撒冷。我的上帝呀，求你记得这些人怎样玷污了祭司的职务和你与祭司以及利未人立的约。于是我洁净了人民，使他们离开一切外族的东西。我为祭司和利未人制定规律，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我也安排好，要人民按期把献祭用的柴，以及出熟的五谷和水果带来。我的上帝呀，求你按着你的美意，纪念我所做的这一切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分成2个段落。第一段是第15到第22节，第二段是23到31节。这2段都呈现出同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神的百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回应神的律法，而尼希米如何在混乱的时代里持守的真理。首先，在15节中，我们看见犹太人于安息日仍然在榨酒、搬运农作物、贩卖渔获，以及进行各样的买卖。他们没有直接下农地或出海，但是却仍然以各种的方式破坏神所分别为圣的日子，也就是安息日。这些事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不是劳动，但仿佛是擦边球的一个行为，但本质仍然是借由买卖来追求生活利益。这种心态正是以色列人民长久以来的问题。他们懂得律法，但是却常以小聪明在边界游走。其实这让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小丸子的卡通里面那一位总爱耍小聪明的藤木。他以为别人都没有发现，但其实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同样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在他面前没有秘密。所以弟兄姐妹们，切莫以为没人看见就可以随意妄为。在第一段结束的22节，尼希米祷告说，我的上帝啊，求你为这件事纪念我，并且因你的大慈爱怜悯我。乍看之下，这像是在向神报功，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的来往下看。在第2段的经文带出更严重的问题，犹太人开始与亚实突、亚门、摩押的女子通婚，甚至下一代的人开始不会讲犹太话，只会说外邦的语言。所以这已经不单单是与外邦女子结婚的一个问题，而是
信仰文化根基的一个动摇。更令人震惊的是，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竟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换句话说，连属灵领袖的家中都已经被外邦的价值来渗透。面对这些情况，尼希米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不但加以纠正，也因为百姓的罪孽玷污祭司职分而向神来祷告。然后在第30节，他说：“于是我洁净了人民，使他们离开一切外族的东西。我为祭司和利未人制定规例，使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这里面所指的我，其实指的就是尼希米，所以他再次的强调了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人可能就会问，尼希米是否过度的强调自我？在31节的结尾，他又一次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使我得福。”这看起来真的像是在向神来讨拍拍。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更深的理解他后面的背景，就会发现，其实尼希米并非在求称赞哦，而是在逆风的情势中依靠神。因为凡是在时代的潮流与群体压力中逆向而行的人，往往都会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可能有时候甚至会被攻击，或是被排挤等等。因此，尼希米的祷告不是自夸，而是抓紧神，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根本承受不了。总结的来讲，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神满有慈爱与怜悯。他使用尼希米成为提醒与管教的器皿，让百姓仍然有机会来回头。尼希米虽然是凡人，也是会心碎，也会孤单，但是他选择在患难中回到神面前寻求力量。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坚持真理的道路上，或许也会遇到攻击、误解与挫败，但在那些时刻，我们是会选择逃避、哭泣，还是会像尼希米一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安慰与力量呢？好，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胸，就能得到属天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勇气与智慧，使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当我们在坚持信仰的路上遇见挫折时，求你以圣手扶持我们，用话语来安慰我们，使我们以圣洁为装饰，并能在生活中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用生命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受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
受，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灵和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